一笑而过的智慧，生命中的一种态度。做人要学会一笑而过，这是一种处世哲学，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。无论我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笑容都能成为心灵的良药，化解人生中的风风雨雨。一笑而过，表现的不仅是对外界的豁达，更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。面对失败、仇恨、褒扬和烦恼，我们若能以微笑淡然相对，将能活得更加从容坦然。面对失败，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。人生没有一帆风顺，失败和挫折如影随形。每一次跌倒看似一种打击，却也是一次成长的契机。学会一笑而过，不是轻视失败的影响，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不完美。当一扇门关上，或许另一扇窗正悄然打开。过度沉浸在失败的阴影里，只会让我们止步不前。一笑而过，让我们有勇气重拾希望，把失败当作成功的垫脚石。正如爱迪生所说，我没有失败，我只是找到了1万种行不通的方法。这种乐观的心态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，也是一种不懈努力的动力。面对仇恨，一笑而过是一种宽容。仇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，它让人囿于痛苦的漩涡，难以自拔。而选择一笑而过是一种解脱的智慧。当我们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人，不仅是饶恕别人，更是放过自己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以宽容的心对待仇恨，他们用微笑战胜敌意，用善意化解怨恨。例如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遭受长达27年的监禁后，仍选择原谅那些迫害他的人。他说，怀恨在心就像喝下毒药，却指望敌人死亡。这种以德报怨的精神，不仅让他赢得了敌人的尊重，也为世界带来了和解的可能。面对褒扬，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。赞美如同一把双刃剑，适当的赞扬能激励我们继续前行，但过度沉迷于别人的赞美，则可能让人迷失自我。一笑而过是一种对褒扬的理性回应，也是一种保持谦虚的方式。谦虚的人总是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，并以此为动力持续进步。正如古人所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过度自满会导致失败，而谦虚则能让我们更接近成功。一笑而过不是漠视别人的赞美，而是以平常心接纳，并将之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面对烦恼，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。生活中烦恼无处不在，有些来自我们无法控制的外在环境，有些则源于我们内心的焦虑与迷茫。学会一笑而过，是学会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，也是学会如何轻松自如地面对挑战。当烦恼来临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件事真的值得我这么纠结吗？很多时候，烦恼不过是我们心中放大的影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问题自然会变得微不足道。一笑而过，让我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让生活更加简单明快。善良与厚道，做人真的很简单。做人其实很简单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他人的信任。你对我好，我会对你更好。人心换人心，你重我就审。这句话说出了做人应有的态度：善良待人，真诚相对。善良不代表懦弱，厚道不代表愚钝。真正的善良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，真正的厚道是懂得分寸和原则。选择善良可能会面对一些误解，但长久下来，真诚与信任必定会吸引更多同样善良的人靠近。致所有善良的人，谁都不傻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善良的人常常被视为软柿子，似乎容易被欺负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们选择不争不抢，是因为他们明白，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平静，而不是外在的比较。他们选择不说破，是因为他们相信，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。对于那些单纯、善良、没心眼的人，他们看似不计较，但内心却比谁都明白，只是不愿因无谓的争斗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这种坦然与包容，既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，也是对自我的高度自信。一笑而过，人生的一种智慧。学会一笑而过，是人生中的一种修养。这并非对现实的妥协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它让我们学会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，让我们不再因失败而气馁，不再因仇恨而纠结，也不再因烦恼而失去方向。一笑而过是一种力量，它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豁达。一笑而过是一种美德，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做人其实真的很简单，保持善良，珍惜当下，微笑着面对每一天的酸甜苦辣。当我们选择一笑而过，便选择了用智慧与从容书写自己的人生。